呢睇啦呢度咯。咁我就話咧防止呢個 AI slope，AI slope 就係似係啲 AI 生成啊、自動上載啊。咁啊叫佢咧喺生成稿之前咧就加入新揾3個 Donald Trump 嘅新聞啦，揾3個咧美國熱門嘅討論嘅新聞啦，再喺裏面6個裏面咧揀1個，再生成圖片，再生成咧成個動畫，跟住咧再生成唔同嘅廣告啊諸如此類，咁啊防止咧重複內容。咁啊無論呢個咧同 LEGO 都要做嘅。咁亦都發現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太多呢啲咁嘅危險字眼咧，無論係呢啲咁嘅生成啦，同埋咧影片咧都好危險嘅，即係唔好有暴力啊、attack 啊、我而家講呢啲字有危險啊，乜啊同埋乜啊呢啲字睇啦，盡量唔好有呢啲字啊，一陣咧又俾人 ban 好麻煩嘅。咁所以同埋啦，我叫開始開動噶啦，搞掂晒噶啦。咁啊，聽日咧就8點鐘就開始咧自己開動噶啦。咁啊，希望咧睇睇下效果如何啦。咁呢度咧有好多條片 reflection， 使咁啲又冇太多，都係測試為主。咁啊，同埋咧見到啲 thumbnail 都唔靚仔啦，我叫呢個暫時咧用翻 Nano Banana 整係最靚，即係我叫翻自己手動下先咯。遲啲咧我就叫佢自動埋噶啦。咁啊，吸收咗我嘅經驗咧，佢就自己再整。咁啊，晚上8點鐘咧就出 LEGO， 朝頭早8點鐘咧即係香港時間啦就會出呢個政治片嘅。大致上就咁啦。咁啊加多句啦，我而家都唔知得唔得㗎，會俾人 ban 咧我都唔知。但係咧問過晒 AI 噶啦，咁出過晒聲明噶啦，總之聲明要開始咯。咁啊大致上咁啦，咁睇下效果先。睇唔睇到？係啦，睇呢個私人影片。咁我希望咧睇下有冇啲出咗靚仔。呢個頭先我覺得幾靚仔，我唔知係咩。